香港科大传理内教授廖庆生今年9月咧参加2015日本国际料理人比赛，以用客家嘅咸菜馆来做奖质，佮有创意嘅特批牛排，评审一定中意。一路让嘅各国150人嘅主厨韩国料理专家得到满分嘅酬金奖牌。原来客家菜嘅国际化冇本单上嘅安难哦。廖庆生是喺阳山饭店服务嘅30人年。伊做过行政主厨，韩国贵人，同时唔但抢伊哦，伊嘅妈妈嫁为韩国老太，业务游戏嘅主厨，也老妹每提传糖食头路，归路卡人都提传饮界，向下来认识业务人。烤的时候比较不会干掉，还有一方面比较好吃。那现在我们刚好做好这个生蚝呢，就放在这里面。一出菜按照内容去学。享用材料、重点喺料理嘅过程同咸物嘅、香物嘅，到第一小時咧做茶動作。廖慶生示範按樣嘅料理嘅嘅，一啲學生嘅當認真同記筆記。把它做一些裝飾。好，那我們今天做這個意大利麵就這樣完成了。好，謝謝各位。今日教係意式料理，其實每盤麵看起來新鮮，要當簡單。但你第一天麵就有馅呢，這個餅帶有配料，好看又好食。廖慶生喺香港科技大學傳理內教書，佢做時傳專長喺法式料理，佢到燕山飯店做為30年，對行政主廚退休，13年前轉到台中。學校家有上嘅請嚟做老師，我想其實我嘛唔是做過老師，我嘛當懷疑過，安尼我唔知曉唔曉。我學校嘅日本香港嘅調教就講請嚟嚟做了學校教書，我想啲教書可能也較好，料量啊，按個環境有些困難嚇，我是想安尼，這教一教嘛12-13年哈。他從我來到現在10幾年了嘛，14年多了。他在那個弘光科技大學那邊教書，也常常去國外現在比賽，每次出去都會拿金牌回來。最少要2-3個都回來，可是每次比賽的時候，前幾天他都到天亮了在準備東西，真的他很努力這方面很辛苦。一般我去日本2015年在日本那個廚藝大賽做嘅哈，咧從了做到那個前菜的那個做西式啊，西式的前菜跟呢炒金，哦，從了佢咧做前菜，咧就做主菜。然後兩項都剛好得到超金了。人講更高更好，教40個人年，廖慶生嘅廚藝行加進步，加上出國比賽。今年9月咧，佢日本參加國際料理人大賽，用保衛點半種嘅鹹菜館做獎者，當起烤批嘅牛排，讓係對世界各國來嘅150人嘅參加比賽主廚，客家菜面按樣用全新嘅樣式同國際向本人看到。台灣院咧。當到推行了那客家的國際化，我想我想當叫做唔對500個菜就推上國際化，讓人感覺客家菜當鹹啊、油啊，安尼感覺應該有所改善。我本身做法國菜、意大利菜是我專長，我是從身為客家人的身份來做，另外是用法國的做法，做一些普羅旺斯的這個烤牛肉這個做法。廖慶生做廚，其實頭下馬唔係做時餐，係先同同事蘿蔔做麵包點心，再送俾打餅。到燕山飯店嘅30人年，佢對各式各樣嘅異國料理當中面出優良，無論係古今中外有名嘅菜，都請喺菜色同口感改變。簡單來講，肉做嘅肉係無強肉頭醬汁變化。唔錯，豬啊、牛啊、雞啊、羊啊，都是一樣種腔款。冇分工的牛出呢塊的國家，也一個兩幾種嚟個，所以這個醬汁的在改變，哈，醬汁改變的時候，我哋想，你客家每間口做當有名，我想，我哋用牛豬肉，油粒粒，我用的菲力卡冇油嘅。我們沒用井水灌溉的，所以它這個很綠。然後很清脆的感覺，這是我們做來一般店裏做來木瓜沙拉用的。兩方人同台中談資可以見時尚傳染，點都用木瓜都係自家屋企種嘅。廖慶福比廖慶生小2歲，佢同阿哥共用做廚，同台北希爾頓飯店做主廚，
服务30年退休过后，去台湾观光学院教书。3年前决定退休，转到董事岗中。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就是有5个女生，2个男生，就是刚刚那个时候农业时代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工作机会。我大哥也在圆山饭店服务了30年，那我是在希尔顿饭店我服务。头摆读书读真少无读真高的好教唔怎讲咯，毕业高中毕业了就会学习语就做个啦。了刘头兰93岁前6这位共要按流量，加个料理功夫，让我拉嘢对学到，今带带越南些新球向下做，用家用新球用一出客家炒肉，得到2009年客家创意美食国际总冠军。是麻油鸡控肉就是客家菜的所有的东西他会教给我。可是刚开始跟他学习也是很困难因为他讲我也听不懂我讲他又听不懂，所以就是他也很有耐心，就是在教我。即只家就是一定只，攞部機叫見到啲個煮了，餐廳攞煮餐廳攞煮個之後，將下燒炒ผัด嘅叫炒炒豬肉。靠有小炒啊，客家小炒。豬肉小炒。咁咪很高級嘅咩？係啊。就用炒肉来讲，改变客家菜又油又咸的传统印象，再先改变用油的方式。廖先生认为，包含少用猪油，还个好好的用植物油，做有无同样的风味。既然会推广国际的话，比如咱个小炒来讲，咱是炒个俺是用我哋炒红葱都煸香了后，用猪肉、3层肉都煸，俺煸个油煸撇啊，煸俾出油，怎么讲油太多？个油中这个油呢，流xuất xuất都去炒，就是咧，安尼炒起来，目的都目按当多油，小看不按油。先炒皮菜，将芒果转文煲，添点多牛肉、红酒，最味再个加肉汁，特别点半中蒸出菜，创造出红酒飞牛肉，再结合中式料理方式。廖先生一生人做厨，佢参加厨艺比赛目的，为好做好样，爱学生来学。学师来做了师傅，到了讲去学教书嘛，安尼心外年了哈。咁么学的东西最主要要做嘅传承哈，不管做客家菜也好，中菜也好。阿妹93岁还坚持空空落去做下，佢学到係厨艺同人生都要追求进步，健康鋪行下想看到學生嘅好好來學，喺台灣按針對廚藝繼續傳承下去。